提供表演，然后呢投入十足，稳定到新的流失率。当然有机会呢亲自示范指导，同时学习教学相长。这个教学相长呢就非常的可爱啊，因为有一些道具他会问我们一些问题，但是我们怎么都没有听过这些问题，然后问的时候我们会怎样？我们会想办法找答案。哦，这个很好，来，我呢下次再告诉你啊，当你找到答案，告诉他的，你也成长了嘛，对不对？再来，随时请益，增加互动的机会，并能观察其学习的成效。你知道候选人有一次到马来西亚去的时候，那么你知道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呢，看到的时候，那个道心哈，那个佛卡色彩小小的，他走不过来，走不过来之后呢，那么当时呢，他跟着点弹师一起去，然后要办到完之后呢，要打毛巾嘛，候选人要比这样打毛巾拿表笔，他知道打毛巾了，他就拿着就丢给我，然后就就这里啦，我就给人家打完了，打完之后呢，候选人跟他讲，我说你为什么这样丢呢？他说哦，因为很多钱到我不好意思进去，有没有道理？没有错，对不对？我说你可以拿很多条挂在手上，一条插完再一条，再插完再走嘛，不要一次走。但是呢，在这个过程，我们要将心比心的了解，我们要带他成长的时候，不管他做错任何事，都不可以责备，你都要怎样吞下去啊，吞下去。那我们呢，雅思常常跟我们讲啊，尤其是我们节目的，他都会这样讲。他说哦，你有小孩，你要照顾众生，像照顾小孩一样。哇，小孩啊，小孩子哦，你对他很好啊，你关心他，他不一定会孝顺呢。我家孩子更气的哦，你还想给他打下去，对不对？可是这样，你还是要吞下去。还说你吃饱了没有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所以你成全后学哦，那个插在这里，充血、喷血，然后吞下去，好好修道，加油！是，一定是这样的嘛？那所以我们说，爱自己的小孩是人啊，爱别人小孩是神啊。你能够爱别人小孩，当自己的小孩来看，绝对陪同智慧非常成功的哈。好，来创造行功表演的机会，诚心来付出，责任来担当哈，了解后进者的专长，安排担当负责的空间，这个也是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。我们要找到这个众生生命中的亮点，在道上亮点。每个人都要通才，但是要有专才。在专才的过程当中，你要去寻找他到底适合哪一个。那当然，第一个部分就是陪同。那因为像候选有姻缘，都常常在山歌组唱歌嘛，候选人每次都会带一个山歌在旁边。我听他唱歌，很好，很会唱。候选人就陪在他旁边。当他唱不好或不会唱的时候，候选就帮他唱。那当他不会讲的时候，候选讲，可是呢就给他培训，找到他生命的亮点是很重要。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，后续要跟各位前贤来分享。我们要分配工作给他，你一定要给他训练到熟练，才可以派他上去。要不然你就旁边陪着他补位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常常呢，希望他成长，就把他丢出去，就一丢出去之后呢，他不会忘稿，因为没教，我们没有教他，没有帮他想好会发生什么事，我们没有把经验传承给他，就哇，他上去之后呢，全部都不会，都忘光了，然后丢脸了，对不对？下来哭得不得了。我们是爱他还是害他？害他，对。所以我们要提拔一个人，要推荐一个人才，要造就一个人才的时候，我们要把他教得很清楚。所以一定要验收，示范，然后验收，然后再来实战，一定要这样的过程才可以把他送上去哈。那么他很高兴的，而且他慢慢的做中学，而且做的时候他发现到哇，为什么那么多不足？你如果没有给他做，他不知道他不足。但是你必须要先跟他讲好，如果万一你上去的时候不好，不要紧张哦。候选人在你的旁边，我会帮你的。但是如果我站在你的旁边，你麦克风就拿，你就说我们接下来就欢迎张讲师，你候选就好了。会不会紧张？不会紧张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跟他讲好，你一去就把麦克风抢起来，他会想到再来，他可能就不肯出来了。所以在这部分也是呢，必须做好最好的沟通跟了解。好来，辅导工作呢，使命是责任，要周全详细的规划，因材施教，有教无类，诲人不倦的精神。好，那呢，在这个周全的规划里面，也是一个完整计划了。